咁所以我喺開始咗呢個做 M 呢個緣分之後呢，其實個天已經派晒嘢俾我噶啦，佢已經令到我得到好多我從來冇諗過得到嘅嘢，甚至佢係斷咗我窮根添，甚至佢係斷咗我窮根添，上一集提到，加拿大係透過特別個案嘅申請方式去授權合法使用 MDMA 療程，截至2024年，只有41宗獲批，主要用嚟幫助有 PTSD 創傷後壓力症嘅患者。而澳洲喺2023年開始，亦都正式批准合資格嘅精神科醫生，為合適嘅 PTSD 病人處方 MDMA 為輔助性治療。因為缺乏足夠嘅科學數據同臨床經驗，無論加拿大或澳洲，現階段 MDMA 嘅應用只限 PTSD， 唔包括其他情緒病症。今集重點唔係去考證 MDMA 喺醫療上嘅實際成效，而係針對性討論正式嘅醫療 MDMA 同非法渠道接觸到嘅 MDMA 兩者之間嘅分別，當中潛在嘅風險同禍害。對於最近流出內容涉及叫人返香港做 MDMA 療程嘅錄音，引起廣泛討論。邵子峰一直避重就輕，迴避問題。任何人，你 WhatsApp 我，你同我講任何情緒嘅問題，我都會 send 一條影片俾你。我將呢一條片放咗落去我嘅 Google Drive 裏面。任何人我都係會 send 呢條影片俾佢，因為我認為呢條影片裏面嘅資訊係相當值得情緒病人去知道。邵子峰提及 Netflix 嘅紀錄片《改變你的心智》，用致幻物質為主題，挑戰傳統對致幻物質嘅觀點。總共有4集，分別介紹迷幻藥、迷幻蘑菇、搖頭丸同南美仙人掌。據消息指，即使只係有少少生活壓力嘅人，佢都一樣推薦對方睇 MDMA 嘅影片。不過，我認為邵子峰最大嘅問題係，佢將 MDMA 介紹俾任何類別嘅情緒病患者。以佢自己嘅理解，佢認為任何人有情緒病都可以從 MDMA 中受益。醫學界對 MDMA 仍然抱住審慎評估嘅態度，但邵子峰就吹捧到可以處理所有嘅情緒問題，亦從來冇講清楚療程失敗帶嚟嘅後遺症。喺網上不斷呼籲有情緒病患可以聯絡佢，加入佢嘅改變同學會。佢亦曾經講過，佢認為每一個人都有 PTSD， 只係程度上嘅差別。頭先我就想講話，我嗰個朋友佢話佢冇 PTSD 咁樣，咁我係失笑嘅。我係對於有人講自己冇 PTSD 呢，即係等同於有個人話我係冇講過大話嘅，係一樣。對於我嚟講，乜嘢係 PTSD 呢？我必須要去同大家講下，乜嘢係叫做 PTSD 創傷性後遺係咩嚟嘅呢？我試舉一個例，好簡單。你曾經行過一條路啊，嗰度有間車房啊，車房嗰度有隻狗啊，佢好惡噶，佢有一次爭啲咬到你啊。然之後你每一次經過嗰度啊，你都驚啊，你都回憶起呢一次爭啲咬到你嘅呢個情景啊。然之後令到你咧每一次行呢條路都有心理壓力，甚至你咧每一次行咧你都開始可能心跳加速啊，或者純粹係因為驚個大小唔同。其實對於我嚟講，100% 嘅人都有創傷性後遺。所以如果有一個人佢夠膽同我講話佢冇創傷性後遺嘅話，咁啊我都覆佢啦，佢好嘢啦咁 OK。咁就話喂，呢啲係叫做咩？有人話恐懼症啊嘛 OK 係啦，即係一啲恐懼啦，你可以話呢啲係恐懼啦，但係呢啲都係其實嚟自創傷後留低嘅傷咗啦個人 OK 受咗傷啦。就算我遇過有一啲人咧，佢係煩惱緊啊，我賣走 A 嗰層樓好啊，定係我賣走 B 嗰層樓好咧咁。我曾經真係遇過呢啲人，但係唔等於嗰個煩惱唔係一個煩惱嚟噶，嗰個煩惱都係一個煩惱嚟噶，佢都係可以好煩，佢都可以係好唔開心噶，嗰個結都可能要解嘅，明唔明啊？
但根據現時臨床標準，PTSD 係需要經歷重大創傷事件，例如戰爭、性侵、嚴重意外、自然災害等等，並出現一系列持續嘅心理症狀，先會被正式確診。所以，將所有人都歸類為有 PTSD，其實係一種過度簡化，甚至誤解咗呢個定義。雖然唔少人一生中都可能經歷過創傷，但並唔代表每個人都患有 PTSD。如果好無知咁將日常情緒困擾等同 PTSD，咁就會令社會模糊咗情緒病之間嘅複雜性同差異，令病人更加唔認識自己嘅症狀。假如有人用呢種一概而論嘅講法去推薦 MDMA， 就更加值得我哋去質疑佢背後真正嘅用意。網上有一個公開嘅個案，曾經接受過正規 MDMA 治療，亦有接觸過黑市 MDMA 嘅經驗。Rachel 嘅童年經歷非常不幸，自小與戀童癖嘅施虐者被迫共同生活多年，最終被診斷為複雜性 PTSD。喺2005年接受咗一個為期3次嘅正規 MDMA 輔助治療，之後對生活感到非常滿意。喺2014年上電視節目分享感受同公開當時治療嘅片段。之後喺2021年，佢再次上同一個節目接受訪問，坦言喺幾年前因為家人嘅離世後情緒病再次復發，而當時佢接受咗一次非合法嘅 MDMA 治療，結果令佢原本嘅問題變得非常嚴重。喺治療期間，藥力影響之下，患者其實係處於一種情感脆弱嘅狀態，胡思亂想，甚至記起過往傷痛經歷，需要至少1至2位經驗豐富嘅心理專家或者精神科醫生在場，監察患者嘅心理狀態，隨時準備應對任何突發情況。絕對冇可能由一個冇任何醫學知識、冇專業資格嘅人嚟操作，然後借用外國醫學研究嘅資訊，去引導情緒患者接受非醫療級別嘅 MDMA 療程。我分享呢啲影片去俾人睇，話俾人哋聽，我點解會好返？到底我有咩錯呢？如果淨係分享影片，就唔會有咁多感謝邵子峰嘅 trip 後體驗文被爆出。順帶一提，trip 係外國迷幻藥圈子嘅用語，用嚟形容人喺服用 LSD、MDMA 或迷幻蘑菇之後所經歷嘅一連串心理同感官反應。正規嘅 MDMA 治療通常都係以1對1或者1對2嘅方式進行，以確保回溯過去創傷時感到安全。但喺多篇 trip 後體驗文睇到，佢哋以群體形式一齊使用 MDMA， 亦有時會喺 MDMA 嘅藥力下再配大麻，甚至要求經常 trip， 明顯只係娛樂用途，同邵子峰喺錄音誘導對方返香港做嘅療程相差甚遠。我哋當然知道，要揭露販毒人士唔係一件容易嘅事，亦未必可以即時令佢受到法律制裁，但一定要企出嚟表明立場，向毒品說不，提醒正處於情緒困擾嘅人，唔好輕信佢用醫學包裝嘅謊言，免得身心受創，後悔莫及。同邵子峰友好嘅大小網台本身就有自己嘅觀眾群，擁有一定影響力同社會責任，但依然選擇去幫佢混淆視聽，誤導公眾。有你哋嘅加持，邵子峰到今日仲可以厚住面皮，裝聾扮啞，然後毫無廉恥咁講。咁我想問下大家，到底我有咩錯呢？我錯咗喺邊度呢？斷咗我窮根添，甚至佢係斷咗我窮根添，甚至佢係斷咗我窮根添，甚至佢係斷咗我窮根添。